中国科研船延平2号入来咱的限制水域，各技术抗机器进行探测，和海巡人员和海巡来驱离。因若昨下晡中国阁有侵扰行动，有4架中国海警船侵入金门限制水域，海巡艇是监控，而且祭拜广播，海警船才离开。中国海警14515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3556艇对你实时广播。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，请立即转向驶离。海巡人员跳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，强势要求已经下过线的中国海警船离开。昨下晡2点50分，有4架中国海警船为金门外海挖进金门南方水域，同时驶入咱的南国水域。伫咱的海巡艇的监控之下，中国海警船5点才离开。统计为去年2月到今，中国海警船已经侵扰金门水域61摆。海巡署是表示强烈谴责，而且继续守护台海安全。